乡亲啊，继续来看，这是中国重庆的公安局今仔日来宣布，讲为着要来打击到民进党的立委沈碧荣建立到乌型行医，从事分裂国家犯罪活动，决定要甲沈碧荣立案侦查。沈碧荣回应讲，台湾人无咧惊。 这次是由地方的公安所发动，而是直接用这个刑法以及国安法来做这个所谓的侦查。也就是说呢，他以后呢其实是非常有机会在境外来做相关的逮捕。那所以呢，借由这样的一个威吓的方式以及法律战的方式，这个就是中国现在对台湾的阳谋。但我要警告这个中国很可惜的是，不管是我还是台湾人，我们都是没有在害怕的。 沈碧荣讲，中国真明显企图要来干涉到台湾的政治，但是包括伊本人甲台湾人早就看清中国侵略到台湾的阳谋，绝对是未受到影响，绝对无咧惊。Hello， 我是蒋欣梅，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